嘛是烦恼讲，互人歹印象，这是台北市树林夜市啊，又搁发生消费的争议。摊贩夜倒出来吓惊外国游客，一个澳洲的游客一口罩拢总4个人来到树林夜市啊，因为一间这个烤鱼仔的摊贩为因想要烤鱼仔，敢若因为摊贩甲人吊关价，另外还有这个荷网啊上纸糊的这个用到破，双方因为安尼伫咧歹声扫，搁互相比歹看真粗的手势。摊贩内底有一个姓郑临时工，强夜倒出来甲人恐吓。 警察接到报案了，赶来到现场处理，将两边的人拢带转去问话。一个问话了，嘛甲这个临时工依照违反社会特殊维护法依法上班。市场处的人嘛派人来了解，若是调查有影，就不爱搁再做这个摊贩，吼这个摊贩啊。查甫人甲刀仔举出来，唔拿对人客大细声，迄支刀仔搁举起来甲人举。 人客看到赶紧退后，就惊查甫人会举刀仔甲扑。过偌久，查甫人甲刀仔收起来，唔过态度也是真苍手。一个澳洲的游客，一家4个人5号暗时啊去夜市啊好鱼啊，迄当阵一担好鱼仔的，甲6支1百计消化到5支100。好鱼仔的网仔嘛为布做的换做纸糊的，这个澳洲的游客拢总付200块给对方，因为是纸糊的，一个仔就破去啊，无法度达到换奖品的标准，结果双方就挽起来。澳洲的游客身边真歹看手势。 出来，结果姓郑的员工就把30公分长的刀仔举出来。其实是太冲了一点。那也不行啊。警方赶来姓郑员工讲，因为看到外国人高枪大汉，惊会互人拍，才会举刀仔来保护家己。依社会秩序维护法将郑姓工读生移请裁处。 好鱼仔的头家讲，迄当阵有出面甲员工阻挡，尾也唔拿甲200块退给游客，甲因会室咧，佮送2000布红仔给对方。依照零售市场管理条例，违反公共秩序，处以第1次的书面警告，限期改善。啊，甲介绍押关的部分，头家讲，迄当阵游客选的就是纸糊的网仔，算因10支200块，无甲人骗。 如果发现真的是有不同的话，也违反了消保法，我们还是会依照规定呢，处以最终收回摊位。树林夜市之前就捌发生过果子卖甲真贵，甲外国游客骗的代志。今麦阁有好鱼仔的可能甲介绍押关，佮举刀仔来甲人吓惊，若引起社会的纠纷，台湾观光的形象嘛可能已经拍歹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